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字回堂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玉卿有命，告下3员。十方遭致，禀命所宣。各统部署立日台前。转阳大化，开济人天，急急如律令。好，好，好，没理，没理，没理。哎呀！3位道长，我在朝堂之上给3位道长讨了个美差呀！免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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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礼。我跟皇上再三述说3位道长法力冲天，皇上特命3位道长在闽唐吴交界之处的花满楼去擒那逆贼王延正之妻。抓一个女人，还是个王妃，这可是个美差呀！道长，你在说什么？贫道一生看淡名利，若为利益，吾等定不会去。但那逆贼王延正却是祸国殃民之徒。收服此等逆贼，却是我等义不容辞之事啊！好，好，好啊！本官还有一些事情要办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无量寿福。免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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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礼。快收摊！哟，爷，咱里边坐会儿，里边有好酒好姑娘，还有小曲儿听呢。让小女子陪你喝2杯呀！这位爷，咱里边……过来！干嘛呢？我这是不是为了熟悉地形吗？少废话，摆摊！快！哎，各位，无量天尊，3位道爷，这是我们花满楼的地界儿，有道是有道经营，不占道，还请各位移至别处啊。那这街道是你花满楼买的？不是。这地儿是你花满楼买下？不是。那这摊位也是你们花满楼的？也不是。哎，行，我说不过你们，你们可以在这摆摊，但是请往旁边挪一挪。哎，好，你往我旁边挪一挪，不要让我们做生意。这大早晨的干什么？不要让我们做生意。整天咋咋呼呼的，被鬼缠上了？花姐，你不知道，咱门口来了3个道士，摆摊呢。来看。哦，我瞅瞅。
你也不说说他们？我说了呀，我说不过他们。这2位是我闽国户部尚书的嘉养道士。浩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可是今日出现在此，莫非是闽王派来抓你的？这倒不至于吧？现在闽国国内信号方术，求神问佛，供养道士、假道士、假和尚，各种冒牌的行术行走于江湖。这2位也就越懂一些皮毛，加上他们的嘴皮子利落，好多闽国国内的达官贵人被卖了，还帮着数钱呢。妹妹，快，扶楼上去。表姐，等等我嘛！都跟你说了等等我，你怎么都不等等我呢？哎，快，行！哎，快看，晚上的老婆，这后面的姑娘，这不废话吗？丫鬟呗。哦，这丫鬟长得真是水灵。哎，你看谁不水灵？哎，真是这样啊，咱们就从这丫鬟入手啊，能让她说服王妃投降，尽量让她说服。反正咱们也不是非得夺人性命，不是啊？好，我们就这么办。等下次这丫鬟单独出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莫慈姐姐，你快点呀，快点！来了！这位姑娘，请留步。你谁呀？贫道从闽国而来，师承三清，奉师父之命下山游历各处，降妖除魔，解救众生。这位道长，跟你讲哦，没有名气的我们不看的。我们走。这位施主，请站住。我等奉师父之命下山解救众人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解救的。我们解救的是有缘人，而你就是那个有缘人，无量寿佛。这位施主，我观你醇厚齿白，凤眼柳眉，那可是个美人呐！谁看不出来啊？一惊一乍的，吓死！哎，你还说我泡妞呢？啊切！不过，这位姑娘，我观你那额头，哎呀，可是印堂发黑呀！哎，你看你的眼神虽然亮，却有暗淡之气。姑娘现在可是时运不济呀！哦，实不相瞒，我的这位师兄可是闽国户部尚书的御用炼丹术士。那都是虚名啊！哎，这位姑娘，多年前我在闽国给一位贵人看相，那位贵人呐，跟你长得十分的相似。哎呀，可惜呀，那位贵人当初没有听贫道的话，如今这坟头的草啊，可有你这么样高了。哦，这么着吧，今日我等把这花满楼包下。如若姑娘不相信的话，我等可小试两手，让姑娘瞧瞧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们就一破摆摊的，还想包下咱花满楼？哎，哎，姑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走，陈宇，走。哎，快点，走。莫愁啊，就是这3位包下咱花满楼的。对啊，他们可有钱了，花姐。然后他们进来了，不喝酒，还给我们跳舞，那不挺好吗？嘿，吼，哈，
嘿，你们干哈整那些锅碗瓢盆的？你们啊？哎呀，别捣乱，赶紧过来坐下。瞎嚷嚷啥？急如律令。大家看好了，嘿，这就是贫道刚才在花满楼捉到的狐妖。哦，大家注意看啊！嘿，大家再看，这妖怪，被你驱散了是不是？施主，你很有慧根嘛，不如跟贫道回山修道。去，你走开！你不去当化学老师，还真没看你的化学知识。你们知道酚酞吗？请看秋意讲堂。大家好，我是秋意老师。今天秋意老师要给大家上一堂化学实验课。大家请看，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，现在我要在它上面涂上酚酞。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好，现在已经在上面涂满了酚酞。好，现在我们等它晾干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把酚酞晾干了。大家看到什么？对，它还是一张普通的白纸，它什么都没变。现在我要在上面沾点碱。同学们是不是看到奇迹了？它变红了。是的，请记住，酚酞遇到碱变红。那么，现在我把它放到醋里，有什么变化呢？噔，它又变白了。同学们记住，酚酞遇到醋或者热霜，它会变白。好，今天的秋意讲堂到此结束。你，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。哼，小丫头，看来我今天不露两下，你还不服气是吧？哎，快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此女真的很眼熟。哎，师弟，你看她像不像王元正的丈母娘？那个被我们联手铲除的灭亡的眼中钉。哦，是像，不过那老太太，咱们已经送她归西了。莫非，我听说王延正确实有个小姨子？那就对了。大家看好了，嘿，停！干嘛？雕虫小技。同学们，秋意老师我又来了。今天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化学实验。同学们请看，这是醋和油，我们把它都一起倒在锅里面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醋密度比油要大很多，所以当它们到一起的时候，醋会往下沉。我们看到的就是油，一整锅就像油一样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在上面。时间飞逝，不一小会儿，你看，现在水已经沸腾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呢，这个醋沸点很低，当它沸腾的时候呢，气泡就会往上冲，造成了整锅油已经沸腾的错觉。但其实这个时候呢，温度差不多只有60度左右。同学们请看，一点都不烫哦。哼，同行吧，咱不带这么拆台的吧？姐妹们，把他赶出去！
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